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这个选罢法联署加严的复议案，昨立法院表决是无通过。国民党选罢法的修法，还阁有一个加急的版本，也就是要罢免成功，这个同意票都要超过被罢免人当选的票数。讲这个加急的版本，到今也未删除。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讲，国民党应该袂阁推翻这个版本咯，因为已经无意义。民进党的立委回呛讲，非得咯，国民党多数欢喜啥物时阵送，拢会当。罗里的罢免宣传车标题写“罢免未来立委献我挺台国会，保护出来人行因自由民主台湾”。罢免战是拍甲真激烈，选罢法加严的复议案嘛，伫咧林院上演表决大战。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。60票反对，51票赞成，加严版的选罢法复议案互好决。那赢3个选罢法有2个版本。加严版是讲罢免人数的时，爱附身份证影印本，规定变严格。阁有一个加1版，规定罢免成功就要是同意票数超过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，也就是罢免票上无爱比当选票较济。去年12月16，伫咧内政委员会完成初审，到今也未完成三读。那赢人士就表示，顶会期无三读的法案，本会期要三读嘛会等总质询结束，按算已经是4月中的代志。加1版就算是三读，恐惊嘛无较绝。我们做了就被放大，变成恶意的被攻击的一个说辞哦。那我个人觉得推那个再加1没有意义的，已经用不到了嘛。蓝白联合的国会多数为所欲为啊，要进入院会去审议。他高兴什么时候排，依他过去的说法，只要多数碾压，蓝白联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排，什么时候都可以3读通过。立赢是炮灰不断，空前到底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针对选罢法加严版的复议案互好决，会用释宪甲暂时处分等救济手段。那位王晓玲指出，伫咧选罢法新法公布了后，伫咧第阶段人数就要开始的时，就应该爱附身份证这部分，互中选会洗面。强调罢免提议适用旧法者，随后人数投开票等各阶段就拢爱用旧法。法案牵动到罢免条也是也个完未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